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是我们是什么呢？两把起过那个四 D 的关联的意思是四 D 的关联，about of，对，意思是这样子的。那四 D 是什么呢？这个什么呢？第一个两把起主人党两把起比他们那个为什么那个我们的四 D 的他们是怎么来的？然后呢，为什么叫点吧？点吧就是四 D 的意思是，点吧就是那个吃肉，我们说吃肉真正的真正的，所以那个为什么叫真正的？所以那个是名字怎么出来的？是这样子的，对，第一个是什么呢？啊，等把释迦牟尼佛第一个传法的时候呢，就瓦拉纳西那里第一个传法，第一个讲课都是那个就是关严那个四地的，对去这科罗托马国语才读下了去点击人别忘的些呢，两把线南着的张宝，第一个他那个讲课的时候就是那个四 D 开始的，对，所以呢，这个里面三个就去用所做吧，出定的点皮库是多少岁？因为呢，与所有的佛法的法里面，那个都刚刚那个四 D 里面有的意思是，所以就是四 D 说一下，就是所有的佛法的内容都有的意思是，对。然后呢，库斯都要欣赏。然后呢，这个里面过年年末说的军队党，那么说个军队你，那个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是怎么轮回里面怎么来的？我们轮回为一直怎么轮的部分是有两个因跟果的。轮回里面怎么来的是因跟果？因跟果的意思是呢，各类念魔说给这部各类念魔是什么呢？就是烦恼的这个部分，烦恼的这些的部分，烦恼跟因跟业这些的那个是因果的部分有两个，这个两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呃四谛当中是前面两个库地跟基地，这两个是我们生活那个怎么烦恼这样子呃来的因跟果的。那另外一个是南中就是两百年，意思是呢，我们是怎么修才能解脱的？这个部分是有两个，是什么呢？灭地跟道地，对，所以这个四个里面都有的意思是，对，灭地跟道地，灭地跟道地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我们说古典跟朗碟，对，藏文说的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下面呢？刚刚说的是那个四谛是什么呢？四谛就是库地跟基地，那灭地跟道地四个。那我们轮回里面，那来的时候呢，就是有因有果，这两个是什么呢？就有库地跟基地，对。然后呢，我们离开轮回的休息的部分的时候呢，有两个是什么呢？灭地跟道地，对。那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我们看一下哦。好，然后呢，这个里面说，过年年末说给今天你不能，过年年末说的，那过年年末说的意思是呢，我们那个烦恼的这些的烦恼跟业这些的因跟果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就跟踪点吧。因是什么呢？因就是那个基地，基地的意思是那根据点吧？对，基地，对。然后呢，金地就是那个我们的因轮回，一直轮的都是靠是什么呢？靠就是因。那它的国是什么呢？国就是库地对联点吧？对。然后呢？
남쇼쪽에准点念的是什么呢？남쇼就是我们的那个学习的部分，如果休息的当中呢，这个是什么怎么样是因怎么样修，然后呢得到的果是什么呢？那个是因是什么呢？就남주点吧，这就是那个因是那个道地，然后呢果是面地，对。남주点吧当这个是果，因果的果就是果比点吧你因啥？对，所以这四个是里面我们的佛法的法中，包括这个里面这四个里面哦。对，然后呢，中间的几就可罗天党部，意思是呢，释迦牟尼佛第一次传法的时候呢，传法的时候天党部就是第一次发的时候，底下那么啦，他的那个弟子5个弟子哦，这些他说了，点巴西过了。设定的内容上课了，电脑说些他们把那么几点可以那是星期领完了，念完就把意思。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一般人呢，我们那个人生的当中，一般人一直轮回的那个里面的，那怎么是苦，是怎么是来的，这都是管理的是这样的意思是，对，星期对年的，因为我们都是常常做坏事啊，常常做那个为了那个自己的生活的那个都是这些都是那就是哭的因，意思是这样子，他这样说的，亲切，我们说哭为那是解释了，他们把那几天哭为那是解释了，这亲切。我们轮回里面如果生出来的话，就有那个哭对年了，你往住吧要，大家都是比较靠近，比较靠近那个哭的那个部分的，对，痛苦的部分呢，意思是说什么呢？就不想做好事，不想做那个休息，不想马上离开轮回，他们都是喜欢小小的快乐的，所以大家都这样每次都是小小的快乐的那个这样子做的意思。你的技能一天，我们都是一天，你给我打每个月说是的呢。如果我们一天做的事情，那个善心跟恶心，善业跟不善业比一比的话，那就是不商业做不商业的比较多的，对，每个月说是老看许多说是2年吧，将少吧，所以呢，我们就是那个一天做的自己做，今天做了什么，这些都是想一想，今天做的是上心还是不上心，不上业，上业不上业，这样子比的话，都是为了不上业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都是不上业的上班日。准确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至于这了嘛，日本牛木了他妈特别，为什么呢？我们有很多烦恼，对，我们有很多烦恼，所以呢，每一天都做的都是烦恼出来的，所以我们常常，烦恼带我们去的，所以我们，都是做的比较多的是不商业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他说，会讲我出去做了，对我生理因为强呢，然个对我其他就浪漫弄啊这些吧些呢，所以我们这样常常这样子不好的那个不善业做了，所以说一直痛苦，一直轮回。这样的痛苦是很多很多不好的，所以这些都可以哭是什么呢？这些都可以处理，可以断掉，可以不要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怎么做的怎么处理的有办法，所以这个是呃可以我们的哭可以就不见了，我们的痛苦那哭是可以就断掉了。
所以呢，这个怎么断掉的办法呢？对我猜他就他没弄上去先把先，这个有什么办法？那个是办法是真正的办法，要找要了解的意思是。对，要了解。然后呢，这个了解的话呢，得老的路呢，让给这了，另外就写句也把。如果这样的那个我们的那个痛苦这些做断掉的，怎么断掉的了解的话，那自己的那个心下、自己的身上的那个痛苦都可以处理，就没有了，就不见的，这样子可以做的。所以这个要了解，意思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另外就，然后呢，对人给就痛苦的因是什么呢？这样要那个痛苦了解的时候呢，那痛苦的因是什么呢？先要了解痛苦的因是什么呢？这个是因可不可以处理？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那就可以处理。这样的话呢，对人给就得谁能觉悟定下来，他就要把其引导。所以这个可以处理。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这样说的：等把两昧下见生给让你去那么多拉的呢，让就定啊就稍微把到就把家里等着的。所以这样有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是处理这些的那个痛苦的因断掉了，然后呢就没有痛苦了。所以呢，他就是修那个面的。然后呢，做那个道地修了，然后就得到了。所以得到的时候呢，他那是痛苦的，呃，因都是已经处理好了，所以他就是解脱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这个里是简单的，下面才有那个是我们的那个。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当你打给这样呀，当你打给别人呀，意思是呢，自己是自己的那个敌人，自己是自己的那个叫人，所以自己是自己的那个救人啊。所以做好的话，自己做好的话，自己做就会解脱。如果自己都是自己做不好，天天做坏事的话，那就自己会地下的意思是。所以呢。做什么都是靠自己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说年了切了，他把让来先把去，意思是呢，我已经让你们知道怎么是可以呃去极乐世界呢？怎么是可以解脱？我已经教你们了。那你自己想解脱的话，那就靠你们自己的意思是没有办法，我带你们去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做自己做好好的休息，就可以到处可以处理烦恼。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个一个经典里面的字。松巴达，多点经典的内容是讲点的。昨天就是经典的内容里面是什么呢？讲点的就台湾这边老马弄啊去点演讲，他把他们说是娘来了的，所以佛菩萨释迦牟尼佛让我们已经知道，让我们怎么修，怎么都是可以解脱的，这些都是已经教好了。那如果修不说是靠自己，所以那个是靠自己的意思是。对，我呢，讲的就电把西兰的呢，电话宝贝电报，的呢，根据宝贝电报写怎么给他记起了。然后呢，这样的话，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这个是定安破壁电报？定安破壁电报就是这个是为什么是呃库地？为什么是祭地？对，意思是呢，对联就是炮兵弹吧，观众炮兵弹吧。那个炮把是什么呢？炮把说就是我们的那个怎么说呢？布迪萨多的那个库地，不弹吧的意思是呢，这个是弹吧，就是那个我们是 true，没有错的意思是。为什么说没有错？对，那个点吧为什么叫点吧？点吧的意思是呢，就是那个为什么叫真的？为什么叫真的的意思是？那为什么叫那个真的？因为它是布迪萨多的那个布迪萨多的真的。这个点吧是那个加紧，那个点吧是中文怎么说呢？地
啊，四谛的谛呀、谛呀、地啊嘞地啊嘞地嗯，地四谛，就是那个嗯啊，对哦，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布迪萨多说泡吧就是布迪萨多对吧？泡吧，那泡比点吧，为什么泡比点吧叫？因为呢，他们泡吧看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所以就是定，所以呢是泡比点吧这样子说的。等一下，这个下面就有点吧，特别我们点吧西了，泡比点吧西，给比点呢？为什么叫泡比点吧？为什么叫四谛？为什么叫谛？因为呢，泡吧那么几行哦。菩提萨埵他们看的时候，就是那个是定义，就是那个是真的，就是没有错的，所以呢就叫定，四谛的谛就是叫谛，谛就是那个真的的意思。对，因为呢菩提萨埵他们看的时候就没有错了，所以叫谛的意思啊。对。啊，破班那么就随我了，电报是把这嘛都俺都就了。我们那个一般人呢，没办法这么了解的，所以我们一般人都是觉得不知道的，这些都是地是不是地，所以不知道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俺们去对岸了，对岸人把土这个面，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比如说我们在轮回里面呢。那小小的那个生活当中小小的那个成功的时候呢，比如说哦，我毕业了，毕业的时候呢，很开心的啊，那个时候我快乐的，这样就是我们就是快乐的，就是我们的心这么简单的，所以呢，我们就真正的快乐是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轮回里面的痛苦还有不知道的，对，俺人去定俺了，对俺也把头这个面，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痛苦是真正的痛苦，我们不会了解的。然后呢，跑吧南京可以去那么定俺就定吧，也把通给那个跑吧就是菩提萨埵，有菩提心的这些菩提萨埵，他们都会看到那个轮回是有很多很多痛苦，都他们会看得到的意思是。那我们说结果就是跑我们的那个一般人都是可以定了，点把人把头这个面，我们都是可以去那么定岸就点把人把，我们说那个是库地，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是库地。比如说今天我是肚子饱饱的吃好吃的，今天我吃了很好的吃饭，然后呢很开心的，这个也是我们休息的人说的话，那就这个也是一个库地，这个也是痛苦的苦。所以我们一般人不知道，这个也是一个快乐的部分呢，像是这样子的意思。对，头这个买了买啥？对一个电板呢，共同啊，大家带了那把戏了，电板是啥？这个里面呢，看的什么样子，就是这样的，就是地，就是可以点吧的意思是。对，然后呢，两大年末里，东岸这个也把的泡泡那就碎了。我们的因跟烦恼，不是业，我们的业跟烦恼都发出带来我们的那个痛苦。对，我们的苦都是从因跟烦恼带来的，这个是菩提萨埵他们知道的，但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的。对，所以呢，这个叫地苦那个破壁点吧，对，是这样子说的。好，那么这点吧，到底是什么呢？那么这点吧，帕拉就拉嘛，都点吧，你是图个咩？那个道地是什么呢？道地就是那个跑了去了，就是菩提萨埵的他们的才有，所以我们真的没办法，我们还没学那么好的，所以我们还不知道的意思是，对对，个人年龄出去点吧，你不能跑了去了嘛，都是个没大破壁点吧，我们那个菩提萨埵他们才了解，所以是破壁点吧说，这些都是为什么说地，为什么叫地，为什么叫真的，所以呢，那个是菩提萨埵他们了解，我们一般人不了解，所以这个叫地，地就是那个抛币点吧，为什么是这样子的？那个这个的解释的意思是，抛币点吧是这样子的意思是啊。所以呢，人在得了的呢，
所以呢，你在在哪点呢？地心吸巴就是佛菩萨这样说：对岸点巴拉，对岸吸巴下，邪气聚在。所以佛菩萨释迦牟尼佛说，我们的库地的库要了解，是这样说的。库地的库要了解，这样子说的。所以对岸点巴拉，对岸写巴下，库地的库要了解，然后呢，金地的金要断住就是要离开，境地的境要离开，不往下不往就是要处理，要要断的意思是要断处理，然后呢，果必等吧，就是那个要我们要那个得到的意思是面对得了，我必点吧得了，我半年的些，我们要这个要那自己的心里面要这个要发出来。然后呢，南极点吧，就是到底要修，意思是这样子，到底要修，所以那个是他们的那个一个的后面就是加库地要了解，然后呢，境地要处理要断除，那然后呢，面地要得到，然后呢，道地要修，是这样子的，他们的一个的后面加一个。对，然后呢，他们的说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写七七讲的，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四谛一个一个的，第一个哭地是要了解，第二个呃记地是要处理，要离开，要那个断处的意思是。那第三个面的要得到的意思是哦，面的要得到的，念的写法就是得到的意思是，得到是什么呢？这不好的要处理，所以面的要自己要得到的。然后呢，道地是什么呢？道地就是要修的意思是，对，这样子说的。然后呢，他们的让给我能把这些联系没录完那边得到，让给所以说但是就没录完，录写完了，破壁点把些。这个没关系啊，顶下了，顶下赢吧，顶下台湾通嘛，对吧？这的就顶下去吧，啥，根据我，所以我们那个是我们的那个枯地的枯，我们不了解，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说枯地是要枯地的了解，顶下赢吧，了解吧通，对。我们不会了解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要了解。对，那观中不往下就是基地要离开，500年的下面地要得到，所以每一个的后面加了是这样子的，他也干的松啥，多呢，反正呢，多呢，电视银行家电视这边请过了多嘛个月才水也把它得了点把些节的用搞得到了用吧，所以呢，反正他说那个四地的那个地就是真正的地，所以这个是要了解。第二地的那个是要了解的意思是是这样子的。好，那点吧行，那就很多点吧。那这样的时候呢，这个下面那四谛是什么呢？我们四谛的那个是简单的说的意思是多点吧。托马第一个点吧西写版的简单西老师这页面写给吧。第一个是四谛是什么样子，就是四谛我们先要了解的意思是四谛是什么样子的四谛是要了解。那当班系统通俗为电视拿着结巴马戏平衡中的电视国的别的这样的，所以第一个是我们四 D 好好的没有好好清楚，还没有很深的说的时候，先要说四 D 简单的，比如说的，for example 这样子先说一下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呢，点把西呢，四谛是什么呢？就是讲点的就佛菩萨说，对念下巴下就是苦地要了解，跟踪不往下，记地要处理，500年的下面地要得到，南广巴下。
到底要修习尊严呗。所以这个四个是我们的四谛，对，这个四个是读研学吧下就是库地了解的，第一个是库地了解，第二个是界地离开界地处理到处，对，第三个灭地，灭地是什么呢？要得到，灭地要得到。好，第四个是什么呢？道地，道地要修的意思是这样。所以释迦牟尼佛第一次传法的时候呢，就说对眼些巴下，跟踪波瓦下，古巴念的下，狼冈巴下，他就是说是这样子。第一个传法的时候呢，上课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呢，我呢这样的话呢，跟着起了点吧，是谁呢？这样的话呢，什么样子是点吧读研点吧呢？对，什么样子是什么呢？说的时候呢，四 D 说的时候呢，就是读研点吧呢，我们说库地呢，库地就是库地是对不对吧？库地是英国的国，对，库地是英国的国。然后呢，它的音是什么呢？第一句呢，它的音是什么呢？就是金地跟重点吧音上，对，好。然后呢，古笔点吧面的是国，英国的国。然后呢，到底是英国的英，对，是这样子的啊。英国的英，然后呢，这些是刚刚说的，库地是国，到境地是英，一样，面地是国，然后呢，到地是英，是这样子的，对，是这样子的。好，这样子，这个也是啊，最久了，对岸就啊，那么对岸也把现在对岸门那边。所以我们的身上有很多很多，我们有很多很多痛苦，很多很多苦，这些苦是要了解，这些都是哎呦，真的是很苦，这些我们这每次都是心不够的，心不满足的，有痛苦很多很多，还有生病的，还有这些都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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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的，这些痛苦是要了解，然后呢，这些痛苦是怎么来的？这个是因怎么来的，对不对的？所以要那个痛苦了解的时候呢，我不想这么痛苦的，这个一定是要大家都一样的，我不想痛苦，这个不太痛苦的，所以呢，我想离开这个痛苦，我不想这么痛苦，这个心要发出来的意思说。我不想痛苦，我不想那个这样的那个麻烦的这些不想了。做的时候呢，这个麻烦这些是哪里出来的？这些都是有因，有因是什么呢？有境地的。根据那个因可以处理，根据帮给吧意思，根据就是那个我们的因，它的因是根据它的因是基地，基地可以要处理，对，所以要我们的基地要处理的。好，那对岸人吧，现在根据不修因点的对话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的苦地是了解是苦了。苦痛苦，所以这个要不想做的时候，不想痛苦的，所以这个要离开的，要处理的话，它的因那境地要好好的处理，那个处理好，就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平安的就得到的意思是，帮比另外个就观众帮比修啊我单独电话套，单独电话就是真正的呃快乐，真正的健康，真正的快乐就得到的意思是啊。然后呢，五百两百年的就是这个我们的那个基地要处理的断地的话，这个断地的那个结果就是得到的就是那个面地，对，所以那个结果的时候就是那个断出的，就是我们的那个面地，对。然后呢，面对得到的话，古比的方言的就他就呢，那个是，面对我们的那个要得到的那个办法是什么呢？要修到地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làm cho đem把西巴làm点啊给吧，làm点干给吧，làm点就是到底干给吧，就要修的意思。才是我们车可以处理的意思是啊。好，我们按照做，我们说，比如说所有的不特切咯，还有那个我们的终身呐、还有那个纯呐、动物呐、这些都是喜欢快乐，不喜欢痛苦。所有的都是所有的不特切罗一样喜欢痛苦，不是一样喜欢快乐，不喜欢痛苦。所以呢，我们都是不喜欢痛苦，所以痛苦是不喜欢还是发出来的，所以一定要看痛苦是怎么来的，要检查，要参考。参考，对，就错给哪啥，另外就能，所以那个错的那个我们看参考，要检查那个是痛苦是怎么来的，那个怎么来的一定要检查的时候呢，有这个检查的时候呢，那个有那个是就是靠那它的因呢，它的因是什么呢？就是烦恼呢，就是那个业呢，就是不好的业呢，就是烦恼。三毒这个是三毒啊，三毒这些都是那个烦恼、无明啊这些的，所以这些有我们的无明啊，还有坛城呢，这些都是三毒很大的，所以这些有的就是他们的那个果都是那个痛苦的，这样要了解的意思。另外呢，让就跟踪了点的说一对，痛苦都是这样呢，基地的基地是什么呢？就是业。然后呢，烦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贪嗔是贪嗔啊，那嗔怒呐、盛气呐，还有这些烦恼很多很多，都是那里过来的意思是。对，然后呢，这些处理的话，才得到的。对俺念完学的学的，我们的痛苦处理的话，就得到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的是，从他们这就啷的讲吧，这些都是学到地的，才是真正的得到的意思。啷的讲吧的修啊，真正完的大意思，这些都是因是什么，果是什么，是这样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好，这个里面有很多，但是先简单的说的话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比如说这个里面有想了解的、不了解的，有问题有没有？有问题的话可以问我一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是继续哦。这样继续的话，我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不了解的话，那我们就是那个是不行的。我们是慢慢的来，慢慢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可以回答的话，大家都会了解，这样子的话比较好。那现在呢，可是简单，请说。可是刚刚有一句，得拉朵浪呐，得拉朵浪呐，逮了的路果中考呢，就是虑呢，逮了的路呢，就是那个是马上要做的意思是。哦，那哦，对，好。谢谢呢。对，先送多少？俺错对俺们的巴当，我们是不喜欢痛苦，然后呢，大家都喜欢快乐一样，所以不喜欢的痛苦的因是什么呢？就是靠经地，所以靠就是基地，那个四地的当中是第二个基地，是靠基地，所以呢，我们要基地是要处理定下帮给把影响，根据点吧帮给把影响，然后呢，根据点吧不往下把啦，所以第二个基地要离开要处理的话，那。也是要做他让两帮娘子入册，所以那个时候办法是什么呢？这个基地处理的话，这个是办法，这个是呃好的是做的怎么做比较好的那个是什么呢？
就是看它的狼，他狼就是它的办法是什么呢？他狼，它就是那个它的那个基地，我们的基地，第一个库地，第二个基地，我们要基地要处理的话，基地是什么呢？基地就是我们的烦恼，还有那个业，我们的不好的业，这些要处理的，这个办法是什么呢？这个办法就是男就点把娘子露菜。到地修的话，才是这个会处理的意思是，男主点把娘子露菜，大人这问古别点把套把音，所以呢，这个是第四个到地修的话，才真正的得到第三个面地，意思是这样子，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解释里面的。对，电能啥？这个是俺从那边点击电话破壁公布的音色。我们就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希望是什么呢？我们都希望得到真正的快乐，真正的解脱。所以真正的快乐在哪里？真正的快乐在佛菩萨的地方，极乐世界的地方才有。所以极乐世界的地方的那个是真正的快乐，这个要得到的。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目标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目标是我们的目标是真正的快乐，所以那个要得到的要话，那个我们一定要处理烦恼，处理烦恼的那个办法是什么呢？就要休息的意思是修什么呢？就是到地修，对。然后呢，这个说点呀点吧去别的人那些呢，这个是四谛是。我们今天解释，比如说，for example，说一下的意思是，这样，法王说，农比大谢各地，农比大谢各地的意思是呢，一个书的名字，它里面说，对人呢，难打不懂，痛苦就是我们的空，痛苦的苦就是我们的病人的病一样的意思是，对年龄难打不多少，我们的痛苦是我们的病一样。对，然后呢，公众呢，难得中华西比南给直接打不着，所以呢，第二个基地是什么呢？我们的那个肾病的病是哪里来的？那个来源的，就是那个是因，就是那个刚刚的那个基地。然后呢，第二大地震古别的吧呢，难得修一恰打不到。所以我们的那个我们身上的病，那个生病的病怎么处理的？这个是就是我们的那个面地，对，要我们的身上的病处理好了，就就健康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就健康的，就是那个面地。那怎么健康呢？吃药才是健康呢。那吃药是什么呢？吃药就是那个道地，意思是这样的。朗地呢，你也得具备面打不懂。朗地就是那个道地是什么呢？道地就是看医生啊，然后吃药，这个就是道地的意思是。那面地是什么呢？面地吃药了，然后呢，吃药的话，那就是变成健康了，不痛苦的，不痛苦的就是健康的，这个就是面地。对我们可以面地的，那怎么可以呢？可以看医生啊，然后呢可以吃药，然后呢才是会比较健康呢，就是得到面地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哭是病，然后呢哭的因是那个芥蒂、金地是这样子的，他们四个是这样子的啊。对，先所以对一天看望松多人不去，两百些这话这边告诉那个我们有那个松多喇嘛、松多人不去，他也是有解释是这样子，他说。根部相比电把是质地就是变相的就是要减个，比如说简单说的话，男的针对男的现象，男的技能帮下，男的现象就是那个空是要了解，他的空的因是要处理帮要离开，然后呢，快乐是可以得到。
然后呢，那休息是一定要休，面呢电把上就是休息的意思是，要到地的意思是，所以学生把到别人拿差意思给我们的苦要了解，我们如果生病的话，先要病是什么病呢？要了解是什么病，了解的时候呢，这个是就是哭地，对，然后呢那个病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哪仓土给吧意思，哪仓忙土哪仓得来着。所以我们的那个病，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生病的时候，那个病要了解。如果那个病不了解的话，那就不知道这个怎么处理。所以一定要病了解。然后呢，了解的话，我不想那个病呢，所以要想处理。那个病是哪里来的？对。哪查一把，现在第九，所以这个是哪里出来的？哪里来的？怎么吃错了？吃饭的时候不可以吃的时候吃了，就是会身体就是不舒服了，所以不可以吃是什么？不可以吃烦恼，所以那个是就是要检查，检查的时候呢，就是得到这个烦恼吃了，这个是吃了喝酒了超夜了，就是为生病了。这样的烦恼就是了解这个烦恼就是要处理那这些都是基地出来的，所以那个是我们的那个烦恼跟业这些要了解那个苦的因，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哪查因把钱呢，哪查的满的亲切的帮给吧伊，得就帮完了，帮些就念不得给吧伊，所以要到处要处理的意思啊，到处好，然后呢？第一年我点别干了，所以那个修的时候呢，所以我们不想这么病呢，所以要处理，要处理的那个处理是什么呢？要看医生，看医生是什么样子的？看医生就是那个刚刚我们要修到那个到底的意思说，修南极点吧，然后呢，那个是第一年我点别干，这都找啊，那个是处理的时候呢。真的，我们看医生的时候，看吃药呢，就会健康了。那个健康是面的可以这么健康的，可以得到的。所以这个是面的要了解，对，他用个人接触也是这样有说，这样用点把那拿擦洗衣吧当，公主呢拿擦的，你就可以把的。所以这样要那个刚刚那个松叶这个上面都是松多了嘛，松多了我就这样说的。对，所以呢，我们也是要了解枯地是一个是病，然后呢，枯地的那个金地是病的那个因，对对，根中点吧呢，哪查的就以哭因吧打，那个根中点吧就是那个基地，就是那个我们的生病的病的那个是来源，来源就是那个苦，就是那个来的那个怎么来的那个是它的因。对，古币点吧你得了主要呢学的那一把都，那个面的就是那个我们离开这些病呢，就是已经健康了，吃药了，所以就健康、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就剩古币点吧，这个是解脱的才有。对，这个是得到的话，靠什么呢？一定要修到地。对，这南极点吧，你也得了注意，他先。对，所以这个我们病要离开这个病的话，一定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要修到地，要修到地的那个是什么呢？就是吃药的样子的意思是。对，那我们说的那个是到地，修到地，修到地，大都到地，到地，常常说到地，那个老的，我们说老的讲，老的讲，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呢，我们都是要休息。每次都做好事，不要做坏事，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讲到上面的别的得到人是弄个眼在大在心里，两把真的其实我弄个这个。刚刚前面的这些有没有清楚？有清楚的话，那就四谛是什么样子的，是大概要了解。
意思是这样子的。对，刚刚前面的这些说的时候呢，四 D 的那个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大概有了解，对吧？但是呢，我们说的时候呢，第一个，这部动画电影现在现在就根据电影解释解吧，这部工笔动画现在现在，我们为什么呢？但是呢，我们的英国的国是库地，那因是基地，为什么先说库地，再说境地？然后呢，为什么先说灭地，然后呢再说道地？其实道地是因，然后呢，灭地是国，然后呢，基地是因，库地是国。为什么是说的时候是这样子说呢？为什么先要说因，然后再说哭？到那个国，为什么没有说这样子的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那个经典里面的魏的是这样子的。对，为什么哭地是先说？因为哭地是国啊，不是太阴呢？为什么是先说呢？是这样子的。对，古笔电把念的些呢，就咱们就电把的，这个个人的这一样比赛，才嘛那么的，才嘛弄的就是那个部队大妈的里面的说，那片他拉萨些部队大妈里面也是个人能人别性的这样子说的。部队那个部队大妈的里面，刚刚四弟的说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说那个祭地，然后呢再说哭地，然后呢那个第一个说那个道地，再说那个啊、面地，所以他这个里面是怎么发出来的，都是这样子说的。那为什么是哭地先说？然后呢，境地是颠倒，为什么说？对，你的呢？这个里面为什么说呢？因为呢，以前人把特别人把的特别个人先的颠吧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的时候呢，要了解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要了解哭是什么。然后呢，然后呢，按不下痛苦那个哭，然后呢，才是要检查那个是怎么出来的。所以呢，第二个说那个金地它的音是这样的。哦然后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心里面出来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那个了解的时候呢。第一个是面对可以快乐，可以解脱的这个了解。那怎么解脱才检查的？怎么解脱是才最好的？那怎么解脱？要修到底才是解脱的。所以是这个都是以前言巴多比人吧的意思是呢，了解的呃呃部分的时候呢。了解的时候呢，就是先说哭地，再说静地，先说灭地，再说道地。了解的部分发出来的时候呢，刚刚那个布袋大妈里面的一样，先说因，再说果。对，了解的部分呢，先说因，不是先说果，再说因，是这样子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对。对岸的根据的古巴的人的科学的秘密来帮上边过呢，对，根据的古巴的人的通往科学的秘密来帮上，所以呢，库地的那个库地，先我们一定要说我们的那个轮回里面的，啊、真正的痛苦是什么呢？轮回里面的真正的那个苦是什么呢？这些好好的了解的时候呢，都是靠那个烦恼，对，你们来帮上边过呢，好好的了解，然后呢。那个轮回里面的痛苦都是了解的后，才是想离开的。对，对了，长得就落结巴些个，然后呢，那个想离开的发那个心发出来。
如果这样没有的话呢，如果先没有了解那个轮回里面的痛苦，这些没有了解的话，那就是不会呃不会发出来，不会离开轮回，意思是这样子的。你怎么说呢？第一句了，帮的就接完没事必须了，对，所以先痛苦不了解的话，那就不会发出来这个离开的，对，离开轮回的那个心不会发出来的意思是。所以另外了，长的结巴呢，另外对的找啊些你说么呢？所以才是那个痛苦怎么能不能处理，能不能断度，然后能不能离开，这样子的时候呢，才是会发出来的意思是。然后呢，另外当地些吧呢，另外这个找我写你说这个能不能处理？然后呢，能处理的时候呢，才是那个是因就这样大个没大，两的根据多把写的，所以那个是它的因是什么呢？因是啊、那个根据两把就是它的因，那个因是什么呢？因就是那个常还是无常？对，这样子发出来的意思，常跟无常，所以呢，根据多把些，根据就是那个因要了解，然后呢，另外我千万得把这个帮忙你帮同学罗嗦。所以我们的痛苦是我们的那个心上的，我们的那个吃有没有吃身上吃的时候，马上发那个拿出来的那个一样的心要出来的意思是，哦，这个痛苦是不想痛苦。我们的那个身上，比如说吃到的时候呢，吃到的时候呢。我不想吃那个很痛很痛，马上拔下来，这个一样的那个心会出来的意思是，对，菜嘛对吧？菜嘛就是那个吃的意思是吃，身上吃马上拔下来的那个吃，就是菜嘛对吧？真的，对。才慢点把这个部门的把推起来，这个没有办法马上处理，马上拿下来的那个是没有办法。我们的痛苦是没有办法马上拿下来，没有办法吃拿下。我们的如果身体吃的话，就吃就是那个拿下来就不吃了，不痛了。我们的苦没有那么简单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得到当把呢，连当年目，连就是业，年目就是烦恼。这两个是我们的那个痛苦的来源，所以那个这两个来源是要苦的去吧，要了解，然后呢，得了帮带解，得了帮带解，要想发出来这个想离开这些的意思是，所以根据你把点上，就是那个第二个是基地是出来的意思是，刚刚这些是重复的。好，另外个边个把人的像你是同龄，个把定的的送把电视，好，这些都是一样的。好，那这个刚刚我们的那个法官说的，这部对岸古巴的就根据当南京县了，写给比警察能他妈让人来到我，两把东部定制经验子一把写给这些说刚刚说好了，等一下，不好意思。好，好，这些都不要，我们的时间不够了，这些都不要，但是我可以发给你们的。谢谢德西啦。好，这里有很多很多，但是这个也是很多很多的。好，那我们这个里面要了解一下，那个是，那我们刚刚说的呢很多很多痛苦，那很多很多基地，你们了解的是基地那个库地是什么，基地是什么，面地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这说了很多很多，呃，耳朵听到的都是库地、基地到底是什么？
那这样的说的时候呢，托马恰拉子对人民族下级的开始说，第一个是什么呢？最主要是什么呢？哭地的哭是什么？那个是真的很要了解的意思是。那对眼啦，就对眼，哭地有三个，哭地有三个是什么呢？对眼啦，对眼就对眼，哭地的哭，对眼就对眼就是哭的哭，哭的哭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本来就是哭，我们的轮回里面的本来就是痛苦的。这个上面我们生出来就有哭，哭是什么呢？那个哭是什么呢？本来就哭的是什么呢？就是生、老、病、死，这些都是本来就哭的。这个上面再加的哭是什么呢？哭的哭就是读念是什么呢？这个哭有三个，读念就读念，哭着哭。那就一定啊，就是可以改变的哭。那恰邦的这些点啊，就是所有的那个发出来的那个哭是这样，有三个哭的意思。那第一个哭是什么呢？对年就对年，第一个哭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是我们那个哭是什么呢？我们逃逸呢，头痛呢，还有那个身体的上面的那个肾壁的，这些都是哭的哭。对年就对年，那个加起呢，对年就对年，中文怎么说？懂了一读痛苦的痛苦，我不知道。那个是痛苦的痛苦，对，可以说痛苦的痛苦就是那个懂年就懂年，痛苦的痛苦是什么呢？我们本来就是那个生活里面有很多痛苦，这个上面再加是什么呢？再加我们生病的这些，比如说拉肚子呢，还有跟那个胃不好呢，肝不好呢，肾不好呢，还有很多很多耳朵不好、眼睛不好的这些问题的。这些都是我们的那个懂年就懂年，痛苦的痛苦，对，苦吗？这些都是苦啊，苦苦，苦，对哦对对，哦哦，苦，对是苦，有三苦吗？苦，它是苦苦其中一个嘛，是吗？对，记住一个，对，苦苦是什么呢？我们的那个苦是第一个苦的上面再苦的，第一个苦就是我们的生活轮回里面的那个是生病老死，这些都是苦，这个大家都有的。那我们的那个这个上面那个还有那烦恼的苦很多很多，这个上面再加那我们的那个圣臂的部分，这些都是苦。对，苦是什么呢？这个里面我写了是同年级同年的国内大部分俺最对准的名字写就李先就对年那意思。我们常常还有吗？那个心情不好啊，还有呢，今天那个不满足呢，跟朋友出去吃饭呐、还有那个我请客啦，做请客的时候呢，他不请客，我就请客呢，那就和心里面一点点不高兴呢。第一次吃饭的时候很开心的，有些呢去旅行呢，第一次去的时候很开心呢，回来的时候就吵架了，这样的就是那个痛苦，就是哭的哭。对，那有些呢，先碰到的时候就很开心心呢，再加一个话，假话就是难听的话就说出来呢，这不快乐呢，就就不开心呢。所以这样的痛苦，小小的痛苦，不开心、不满足的，这些都是那个还有我们说那个什么嫉妒的啊这些都是出来啊，这些都是哭，对，痛苦的痛苦。好，第二个是这个什么，你九月顶啊是什么呢？等一下，这个下面你们看。啊，对岸国内到我这就的里是那么意思，对岸对于了，重点呢没怎么在等着了要，刚刚那个哭的哭，比如说生病的这些都是我们都不想这样子痛苦，都不想这样的哭，这个是不止我们人呐、
所有的不特切罗都是不想苦，不想痛苦，所以所有的众生都一样的意思是，所有的众生都有的意思是，对。好，第二个人把人把注意点个呢，俺在写作做的台湾人字写讲的新句写呢，啊、电影了，那在那对岸系的企业把那么也是别那对准的台湾人字写在能够，比如说这个下面，注意点啊是什么呢？可以马上改变的那个痛苦，改变的痛苦是什么呢？比如说，哎呦，我今天买了一个新房子。哦，好开心的新房子买了，很开心的，一一段时间很开心，但是马上要改变了啊，那个不够，那个不够，要跑，还有我们可以买那个车子，买的时候很开心呢，那就要那个停车票啊，还有要保险啊、保险呐、还有这些要付的时候就有痛苦呢，还有那个别人摸一摸就会生气呢，这些都是不快乐的，所以这些都是比如说我们简单的知道的了解的是，买房子的时候，第一个很开心呢，第二个要很里面要处理，还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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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慢慢变了啊，这样就是不好呢，就是会不开心的。今天我买了手机呢，还有手机买了以后很开心呢，就买了，那里面有很多很多不会的，那就这个也是哭啊，对，这样的有很多很多烦恼出来的，这些都是改变的痛苦，对。那那个吃饭的时候很开开心心的啊那就是肚子太饱了，就是有痛苦，那就吃错了就拉肚子，那这个也是痛苦，这些是改变的痛苦，就是改变的痛苦的名字就是第二个，你就一定啊是这样子的。电影别些把电长的电影弄完拍给那样，但没有啊别些这种忙得多啊，电长的用着钱都给，所以这样的这些都是我们那个是买了，然后呢就用了，就有很多很多烦恼出来，很多很多痛苦，很多很多苦出来的，这些都是刚刚可以改变的痛苦，你就一定啊。电脑就我先别忘记，对岸就让人眼巴啥人注意事，注意电脑先介绍，对，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对岸送把人把东部你别思想，这就讲了。第三个呢，俺这就啥几年了就拼本的意思。我们的那个身体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第三个的那个痛苦，我们的身体第三个的痛苦是什么呢？为什么呢？电可以热，他们去恰巴了，就把些别那恰巴。这个是我们的身体是下半度线就对应，下半度线就对应是什么呢？所有的那个众生都是一样的那个苦，这个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苦是这样，所有的恰巴就是大家都有的那个痛苦，对。电影大大于电影机适当，马文比电影节把是比强的，这些就因比呢，下半度就电影节节，这个是新菜也是可以哭，像那个未来的痛苦都是这个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所有的都有的那个是痛苦是这样，这个没有办法处理的意思是没有办法，因为呢，另外这里呢极为准且呢马都能有他们，这个痛苦是什么呢？刚刚我说过的那个是生老病死这些，如果离开轮回的时候，才是他不会的。如果没有离开轮回，还在轮回里面一直轮的话，那就生老病死，生老病死这些都有的意思。所以没办法，所以呢，我们要真正的离开轮回，才是不会这么痛苦的。意思是，刚刚那个哭是这个哭是痛苦的哭有三个，所以这些是痛苦的三个。学生们呢，对俺这样人生难跟这些，他呢，连年马里巴拉推这些，刚刚那个第三个哭都是那个是靠烦恼，那业跟烦恼，所以我们就一直轮回。多那轮多就那了，莫比马里巴东可以找我几遍马里巴你是的意思，这些都是靠我们一直轮回的那个烦恼
无明的意思是玛利巴就是无明，对，无明就是所有的那个烦恼的那个因，所以我们就是无明要处理，玛利巴要处理，意思是这样子的。那个是哭，那个三个哭要了解哦。对，然后呢，等到让你平安喜悲，年暮咸阳咸阳只有的那心情呢，修不灭把它就是为，所以自己如果烦恼太强的时候呢，那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呢，就是那个烦恼很厉害的，它很强的，所以我们就没有休息的话，那没有自己的没有修好的话，那就是烦恼就是开车的司机一样，烦恼是司机一样，他怎么开着，我们就是车子一样跟着他走的，所以都是哭都是出来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自己休息的话，自己就是变成就是开车的那个司机一样，就是车里自己休息，就是自己处理，自己不要痛苦，可以开车的。对，那如果烦恼司机的话，那就是每次都带我们去烦恼的地方，就有痛苦的地方载我们去的，所以不要让烦恼开车。好，现在马在那呢，不但把写的对用，可以早晚他的把那年目比早晚都没点子一些，所以我们的那个刚刚我说的是么，我们的那个奶油里面有一个那个头发的那个毛，有的话很清楚，所以那个奶油的里面有头发的那个毛，有的话马上看到那个很清楚，那个拿下来。这个一样的，就是那个奶油是干干净净的，这个一样的，我们的身上有烦恼，所以烦恼刚刚那个头发的那个毛一样，奶油单独是拔出来的话，这个一样的，我们的心里面身上有很多烦恼，我们也是要修，然后烦恼都是拿出来，就是干干净净的奶油一样，干干净净的。我们的身体休息人，对，是这样子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好，请他们去，请他们去当时大米被点着就那着长毛老看马术比叔叔叫他们把那电脑用可以去哪了？我们就是意思说呢，所有的有法都是空心，没有无我，没有我，所以都是无我。这个了解的话，就是靠别人，靠掂着就是靠我们要靠了解空心的，这些都是空心了解的，那个是一点点也不了解的话，那我们就是一般人一样，说结果他妈吧，那时候一样，一直轮，一直轮回里面一直轮，所以呢，这个是空心了解的那个是了解的话，要处理。比如说那个点班子班子的点子，就是想法都是那个是我有的那个我有，对，点子是这样子的。嘛，这把年龄讲完了，你们也干嘛？所以那个没有这些小小的痛苦，这些不知道的话，那我们那个空心了解的智慧，那没有办法了解。所以呢，先要痛苦的那个空，这些要了解，要想处理。这个不了解的话，那无我还有空心这些了解是白天的星星一样的意思是，因为白天没有星星，这个一样的。我们那个哭是站着的痛苦，这些简单的不了解的话，那真正的空，所有的空心了解的智慧，那无我了解的智慧，白天的星星一样不会发出来的意思是。所以要了解，这个也是我们的法王说，等于呢，这个是你们干嘛的，你什么的，意思是就是一样的意思是，所以那个时候法王说，
年末给早晚多么电子些吧，那大家让出差你去早起人没让存钱来用，要一共同用点呢也把是弄个也。意思是呢，我们那个我们的那个无名的那个烦恼，然后呢，无我的那个呃想法，这些都是我们24个小时当中的呃怎么说？那个我们的那个睡觉的时候要那个梦里面的想法，对，正确了，用共同用点的也把系统毕业。我们的那个梦里面，梦到的都是那个我们暗梦里面梦到的梦的时候呢，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这个一样的。我们今天的那个想法都是梦里面有的那个梦里面的那个内容是一样的，都是我们也是不会知道那个是错的，不会知道我们是那个我们想象的这些都是我们那个我们梦里面梦到的时候梦的时候呢。哎呦，这个都是真的的样子，有的时候梦里面就是会飞出去的，那个是觉得是真的，但是这个是梦啊，这个梦里面我们不了解，这个一样的，我们24个小时的里面，我们见到的、看到的、碰到的、做的，这些都是梦一样的意思是，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梦的也一样的，觉得是真的啊。对，这个想法是觉得是真的，这个是法王说的，这个有道理哦。对，所以我们就不知道的，那大的邪气，所以我们想象是这样子，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这样子想的意思是，所以，所以我们就是会有些会，今天我们24个小时当中做了什么，这些都是觉得，你说你觉得是我真的是今天做了这个，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开心，有的时候你就不开心，有的时候呢你会什么呢？这些都是我们的心里面有今天你做了这个事，你觉得我今天做的很好呢，就心里面有一点点满足的。那今天不成功的，这些都是你觉得今天有一点点难过的，这些都是其实那个梦里面一样的意思，都是没有的，对，都是想象的，对，意思是这样子的，对。桥都写吧，俺这写在印上，但它登名登记，这个都是无名发出来的哦。登名登记，让人凭了就自己写吧。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的那个无名烦恼这些带过来的，所以这个要了解，只是木一呀，要了解的意思是啊。对了，就是国外就讲呢，这样一样的小小的了解的话，对，木一样的这样的小小的心里面要了解的话，那就你有一点点有好处的。对面点子写话的简单性吧，罗拉查特，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是什么样子就是那个无名，什么样子就是那个无我的想法。我的我不是无我，什么是我有的？什么是我？这个是无名的，就是都没有点睛，两把指板睛吧，就是那个有一点点要了解，会了解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一样的，得到兄弟吧，其他们这当面都算吧当，这个一样，所有的有法，所有的东西都是无我没有的意思是，只是我们的心烦恼出来的，烦恼说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而已，其实都没有无我。所以这个无我都要了解，两面硬币这些东西怎么得到了，那算是多呢？所以我们的课本里面有很多很多经典里面有很多很多无我的那个部分，有很多很多这些无我的部分的，
为什么是无我的那个有很多很多内容的这些要想一想，要观想，要三考，这样的时候呢，你才是真正的要了解的意思。懂呢？等于呢，说了多少些也把罗浪掐头，这样的时候呢，才是你真的真的有一个办法，真的有一个可以处理的这些有办法，才是你会了解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对，所以呢，年末给早啊，冬末点睛点眼大千不是托马面板呢打第一把，所以年末烦恼的因是什么呢？烦恼的根本是什么？烦恼的根本就是无明，无明是非常强，所以非常强，所以我们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是这样子，到现在也是这样子，他处理我们的。烦恼处理我们的，所以我们没办法自由的。所以呢，托马面板呢，很久很久以前到现在呢，如例知了，我们知道马娘把我们的烦恼没有断除，所以到现在我们就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一直轮回，是这样子出来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早已看明白当心切，实际落实应比家庭才慢买了是，所以我们都是不知道那个无名是真的，无名是不好的那个是，我们就呃借切的那个什么帮道是什么呢？假颠才嘛，我们说叫怎么说那个这个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说？反正我们那个烦恼是不好的，那个是了解的不知道的意思是。对，假电车吗？比如说一个是很好，那个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我们那个烦恼不好，因为什么什么不好的那个内容，我们还不了解的，所以那个没有的意思是假电车吗？没有的意思是这样子。真切对，真切没有的，真切没有知道的意思是啊。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当面都比写了都有达到让人觉了高啊，只有恰高位。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我了解的智慧一点点也还没有发出来。所以呢，我们啊。搞完是因把羊波比到见呢，在那边呢，刚上就是就那一些淘宝西呢，等了警察也不的，所以智慧了解的，空心了解的智慧，一点点小发出来的话，才我们可以这样的，就是离开的意思是，别呢，工厂介入进来，你学习他就，所以要智慧了解的。空隙了解的智慧，这些都是修的时候才得到的。这个得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点一点要了解的意思是，现在也把的这张结把得着的一些需求人注意呢，对面电子的设计要吧。所以呢，我们就是检查烦恼是哪里可以怎么断除，这样检查的时候呢，可以了解这个烦恼可以断除。可以让他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能力，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强，所以我们可以处理这个处理休息的时候呢，它会变成小，意思是这样，这个要了解的意思是，所以到轻度逻辑也把学习，它可以变成能力很小，能力很没有那么强的，这样子要了解，然后呢，我们修的时候，他就是烦恼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样子，可以的，越来越小的，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意思。这样的嘛，在电力时还要了解，慢慢就不见了，这样的要了解，对，所以到期的时候啊，这样的嘛，在电力才把有一点，这个就是慢慢小了，就完全不见了，完全把烦恼不见的，这个就不见得有，所以这个也是不敌大妈的里面也说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老板最主要是
特别是什么呢？Julama 这就是有个经典的里面名字，Julama 里面西西插巴是很神的说的意思是，和神的解释的，对。你再把这不然年目得到甚至录音笔，所以呢，那个Julama 里面说了。刚刚这些烦恼可以处理的那个内容是说了很轻轻松松的，很清清楚楚的说了，所以呢，我们要那个烦恼这些都是颠倒的，这个是不好的，所以那个年目得到甚至录音吧，若为次的吸取，所以这些都是颠倒的那个 opposite 的那个想法啊，所以这些都是不好的那个要了解的意思是这样子的。然后呢，间接得到了人这位置的那个也，所以这些要了解。然后呢，我们可以，那最主要是呢，我们的时间不够了，不用念这个。好，那我们的那个刚刚那个痛苦的这些都是那个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那个苦，都是要了解。刚刚说过的苦有3个，这些苦是所有的苦都是包括刚刚那个3个里面，所以呢，这个苦了解的时候可以处理，这些处理是那就是了解那个是怎么处理，就是要修我们那个常常做好，常那个修是什么呢？修不一定是要一定是看书，也不一定是要那个念经，那个是什么呢？一定要做好的事情，不要做坏事。比如说，不可以生气，不可以骂别人，然后呢，不可以太小气，然后呢，不可以好的都是我，不好的都是给别人，这样的都是不要做。就是那个你的那个道地修的时候呢，就是修是这些修的，就是道地的。道地是什么呢？道地是有一个山上有一个路，去那里才是走路那个路里面走的时候休息，不是这样子的。休息就是每次都是做好，每次都是别人比较重要，自己比较没有那么重要，这样子的想法要出来，不要容易生气，真的不要容易嫉妒，这些都是消到地的，对。然后呢，这样的话都是那个你就是成功了，就得到那个灭地，是这样子的意思是。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是不够时间。其实那个四 D 的那个四 D 是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简单的说的话是这样子的。那我是这些说的是为了你们提醒一下而已。因为呢，你们已经了解，因为你们是本来就是休息的人，你们已经了解的。那刚刚我说的是希望你们以及写过的要提醒，然后呢希望你们常常不要做那个，不要跨进那个烦恼的这些，要离开一点烦恼的部分，要修好的事情做，就是休息。那可以的话，自己安静的地方就念佛经。念的意思是呢，就那个内容是要了解、观察、检查，然后呢，这个是真正的是，心情也是比较平安呢，不会怎样，不会这个心里面那个烦恼出来的，所以安安静静的念经，那个内容要了解，这样做的话，那就比较可以休息的那个一个内容是这样子的。我们新代的人休息就是这个就是很棒的，对。新代的人到处都是什么什么发展很多很多，还有烦恼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安安静静的地方看书，那个书上的内容要了解，这样子就是可以算是好的休息，对。那就是可以很多很多心里面很多很多发出来。好的，好，那我们时间刚刚到了，所以我们那个休息下课。那个下礼拜我们就是那个怎么是
那个 gom 就是关那个休息的，怎么是休息？怎么是那个怎么打坐闭关？然后呢，怎么做的？这个部分是下礼拜25号，这个是一定要参加哦。好，那我们今天下课，好，拜拜，我现在出去呢，好，拜拜，点乜嘢用？我改了片。